大家好啊！喺呢度繼續講尋回阿拉伯文明基石。咁開始講到進入一個主題啦嚇。咁進入主題嘅時候咧，就再略略講講阿拉伯文明，佢同伊斯蘭教嘅文明，佢係連為一體嘅。因為阿拉伯響整個公元嘅6世紀左右，響周邊發生咗一場好長時間嘅一種爭鬥。呢場爭鬥就係東羅馬帝國同波斯薩珊王朝嘅爭鬥。響呢個環境底下，慢慢使到生活響阿拉伯半島嘅貝都因人有一種響動盪嘅世界環境底下嘅一種文化嘅劇烈碰撞之後所醖釀嘅一種文化同埋一種宗教嘅爆發。咁喺呢種情況底下，穆罕默德嘅出現，似乎應該係一種歷史嘅催生，或者係歷史嘅使命，使到佢走向世界。喺公元嘅570年，穆罕默德誕生。穆罕默德嘅誕生，佢係喺一個比較，你話貧窮又唔係，你話佢富裕又唔係，都係一個相互。喺麥加呢笪地方嘅海岸，有貨物上船上咗岸，駝隊一直駝到去東地中海，或者係駝到去埃及嘅亞歷山大，喺嗰度再過去歐洲嗰方嗰邊，係一直整嘅貿易。因為喺原來嘅喺波斯嗰條路，基本上係因為戰爭，使到佢哋嘅商貿轉咗向啊，通過亞丁灣、阿拉伯海轉入紅海呢段咁嘅環境，就貨物嘅轉運出現咗，使帶俾阿拉伯有一個生機喺度。好啦，講到伊斯蘭教響穆罕默德誕生之後，穆罕默德大概係佢好細個就一直係跟住商隊，但係佢響家族嘅環境底下，有佢嘅伯父阿布帶住佢，佢響呢個過程當中得咗好大嘅鍛鍊，響成長嘅過程當中了解到生活當中嘅各種各類嘅問題，亦都認識到人性。其實最關鍵，整個世界文化嘅發展係離唔開人性嘅一種喺度運轉嘅狀態嚇。咁響佢成長咗之後，又另外一個商隊，有個主持人睇啱咗佢，呢個就叫做海迪切。海迪切佢係一個富商嘅一個遺孀，佢前夫過咗身之後，佢就自己經營呢個商隊。經完呢個商隊之後，呢個商隊慢慢，覺得穆罕默德佢有咁嘅能力，亦好認真負責，佢就將自己嘅商隊交咗俾佢。跟住響穆罕默德26歲嘅時候，呢個海迪切同時嫁咗俾佢。呢個海迪切大穆罕默德14年，當時穆罕默德係26歲嘅時候，海迪切係40歲啦。佢哋共同生活，生落咗一個女兒。呢個女兒咧，後邊就成為咗一個好有影響力嘅一個家族嘅一個承繼人之一啦嚇。咁喺呢個咁樣嘅變化嘅過程當中，佢承繼嘅係咩嘢咧？承繼咗嘅係原來猶太教、基督教呢兩種教嘅一神教，佢哋唯一信任嘅一個真神
猶太教信上帝耶和華，基督教認為耶穌係三位一體嘅一個上帝嘅派落嚟嘅一個聖人，佢係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我哋係信呢個耶穌，咁到咗穆罕默德，佢認為我哋信嘅神就係真主安拉。咁好，呢度就略略介紹一下呢種咁嘅文化變遷嘅一個過程。咁今日先講到呢度，多謝各位。